我哋成日都話時間可以沖淡一切，究竟係咪真嘅呢？喺大部分嘅情況下都係真嘅，但係幾時時間沖淡一切係唔適用呢？其實我哋可以理解喺我哋腦入邊去掌控情緒、去記錄我哋創傷嗰一部分呢，其實係冇時間性嘅。我哋可能都聽過身邊一啲例子啊，有個重要嘅親人離開咗，但喺夜晚食飯嘅時候，仍然都會準備多一份碗筷，或者會保留佢哋間房，完全冇變過，就好似佢從來冇離開過一樣。其實在生嗰一個人，我哋可以理解佢仍然都活在過去。喺過去嘅幾十年，我嘅所有成長，我嘅所有神經回路都係有呢一位至親嘅存在。而呢一種神經回路會令到我哋對我哋嘅生活有一種預測性。可能過去30幾年屋企嘅紙巾都係由爸爸買嘅，但係當突然間發現屋企嘅紙巾冇晒，但係已經冇人再會幫你買啦。其實呢一個突然間嘅缺失，我哋嘅腦神經，我哋嘅神經回路係唔習慣，而呢一個都係痛嘅開始。其實哀傷輔導就係一個方法去陪伴身邊嘅人，我哋可以營造一個安全、可以承載到對方沉重情緒嘅環境，令到佢可以慢慢咁訴說佢嘅悲傷。當啲情緒流動，咁我哋就可以開始重建我哋嘅生活，重建一個新嘅神經回路，等到我哋嘅悲傷慢慢沖淡，直到可以承受。